下客文填名，同年回忆同志嘅母系文理文分国中特殊教育教师苗立燕客家人施英強。台灣嘅天時，大體來講，8月半過後，漸漸嘅就會轉寒，熱下嘅上市，又係風又係雨，唔過佢嘅樣式有一隻東西，佢會夜講打稱超定規矩呢，佢河壩啲轉角啲天順嘅水角度出現，又會徛定兩支冇用嘅大鉗尾，又會作定碰線三寬定態度時所定出來。佢哋嘅名嘅就按到母系，佢想起40棟之前後，係講按部頭落太醫，佢日打做阿爸豬會作定水醫嘅，寬定結龍嘅下痛嘅總定出差唔多一組邊嘅，阿爸就會笑嘻嘻嘅轉屋卡，數項寬定歸下痛，黃公公奶滾滾，要濃濃痛見波婆嘅怪東西。也怪東西，就係我第一擺看到母系嘅印象。阿爸講：一片嘅母系到同志世界，公家會睇到啲那名人巴掌嘛行下睇，嘛啲差唔多就像是每年嘅數巴掌安睇，一樣是嘛嘅母系，都是向就會有年年嘅人，也係個就係本人親難忘嘅歷史。我小學5年生嘅年冬至，打早就開始落太醫，顯示十分強冷，係一個打腳就唔出門嘅日嚟。阿爸嘅頭路係做奶水，咪係看天食飯嘅頭路。唔過阿爸嘅面孔帶點笑容，樣板會安呢。前國嘅我念時就想到，阿爸一定係愛去做母系嚟。我夾夾聽聽阿爸嘅事背面，再見嫌阿爸，我未愛去啦，鋪我窮下去做母系，今日阿爸奈我唔好，就嫌我使去做水醫嘅水曉痛，使慢條嘅出門，記到母系就會本期下晝數到河壩度嚟。我兩隻也寬定三隻太石痛，一隻盲掉起來嘅結龍嘅。來到離河壩還有200米嘅轉角順，出地也是，我看到渾渾嘅轉角水幾度，又當到母系本水打定下。阿爸講：我先下去同沙姑寄起來當水，母系就唔會一下就下槍槍，唔夾夾天數落嘅龍嘅都起來，頭前嘅山有門嘅唔是掉。將好處同人講，我心感到當父兒做母系愛掉結龍嘅做乜嘅，唔過阿爸安尼吩咐切對有夾嘅用意。無結久，當水嘅沙博結好，也沙博啲東流空，阿爸老愛掉好嘅結龍嘅一切神奇嘅事情出現嚟，一隻隻母系本水打定下。啲全國結龍嘅事，就本龍嘅一支支嘅鐵管嘅當下來，阿爸當曬樹一隻隻也出來，得本來表演下痛。阿爸笑定講：今年母系特別多，好得阿爸要帶唔來聽數，但當家主做得總年3隻下痛，總年做來賺嚟，從嘅母系主表寄出海去上岸。唔好撈佢掉咗槍槍，希望下呢擺都冇母系做得出嚟。年是年，日見日，一年無礙40太冷嚟，冬至又會到嚟。今年嘅冬至會冷冇，會落雨冇，因正水溫改變，老環境污染，現下苗栗嘅河壩老轉橋，已經看唔到母系嚟，也下阿爸嘅背骨嚟，面焦嘅。頭那冇拍嘅，阿爸唔係記得冇，記得按兩沙都等一切動製作母系嘅日嚟冇。什麼按自細有中意搶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